台北车头透早就有人咧排列买，唔是车票是便当。大家讲这是好代替淡薄便当店，那你伊的魅力到底伫倒位？小时候的味道啊，很划算。为了买6元便当，早点过来是吗？对，答对。我曾经买不到，到这边都有时候都没有我想要的，就买不到，有一点失望。有代替金鸡母外号代替便当，伫2019年捌创下一年卖出1000万的便当的记录。虽然因为疫情影响较无遐好，抑过甲代替的营运当年了钱比较起来，代替便当表现依然真好。你看今年1月份到5月份，代替便当都有2亿6千万的收入，甲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成长6成外。因过成本扣咧，包括设备、场所的租金等等，爱卖80块才会好。更加免讲60块的便当，基本上是卖一个了一个。即马风声讲要起价，觉得涨个10块我能接受吧，如果涨太多应该涨也最多涨10块钱的，它还差不多，涨了20块就比较贵一点。觉得 OK 啦，现在什么东西都贵，没有便宜的。代替是表示讲60块便当并不了钱，是讲无啥利润，目前嘛无起价计划。若便当较俗，代替的票价嘛已经28年无起啊。今年5月份，交通部就收到代替计划以报酬率1%的方式要调悬票价。交通部长吴国才是打算等到代替公司化了后，再来讨论票价调整。专家嘛认为讲，无公营单位的影响，代替公司化了后，比较较有调整票价空间。加上公司化了后，人事薪水会调升，票价若无调整，恐惊代替会挡袂牢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